为了美丽的你，为了灿烂的金星，为了万主喜爱，所求一切阻碍，你被将被万界下，阿拉天我的尊名。徛地，用主加持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续咱三甲来启用，今早起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25篇，伫圣诗后面1043面。咱三甲来启用，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
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伊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咱一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事啊，车赛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咱一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以上，即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慈悲满满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过去一礼拜的照顾、保守甲带领，佮将逐项福气赏赐阮。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组织来到你的圣殿，或者是伫逐角落透过网络，甲阮做伙敬拜俄罗你。求上帝你即时踮伫阮的中间，甲阮同在，添净阮的心，互阮会当专心倚靠你，听叹你话命的教示。全能永远的父上帝，你是平安的源头，感谢你对阮人类这样伟大的救赎，因为你的降临，互阮得到盼望。因为你的受苦，互阮得到救赎；因为你的疼甲宽容，互阮也会通享受平安甲永远的活命。人若信靠你，就会当得到永远活；服侍你，就会当得到喜乐。求主你赏赐恩惠互阮，也用仁慈施恩款待阮，保守阮，佮将逐项福气赏赐阮，互阮不时心存敬畏甲警醒，会当安然通过武汉肺炎甲流行性感冒的双重的试炼。人民人的主，阮即时要恳求你，看顾久长行动不便甲身体欠安阮的兄弟，求主你用你的大权能医治因，用你神圣的气力安慰因，减轻因肉体痛痛甲心灵上的失落，使因平安健康甲喜乐。上时阮也要求主你安慰夫妻，带领春季姊妹的遗族，擦去因的目屎，做因的倚靠甲盼望。主啊，你知阮即礼拜六有要举行9合1的选举，求主你开阔阮，互阮众兄弟姊妹拢会当遵趁你的旨意，同心团结，选出会当真正保护你赏赐互阮的美丽家园，搁会当为百姓造福的县市长甲各级民意代表，互民主、自由甲法治拢会当得到胜利。慈悲疼痛的爸，阮也要恳求你，祝福伫阮南门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出国的，或者是出外求职、读册、做兵的，求主你平平看顾保守，祝福因，互因逐人拢会拿轻条伫你，享受对主你来的福分。阮也要恳求你，不时警醒阮众兄弟姊妹，尊主最大，敬畏主你，遵趁你的道路来行，伫工作、属灵生活各方面
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甲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甲阮今仔日所有的圣工、团契聚会，以及阮筹备设教70周年，甲圣诞节庆祝活动的逐项事工，求主你带领，互阮逐人的信仰会当拿家天、拿坚固，通成做你尽忠的奴仆、勇猛的精兵，做你的器具甲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接续咱要来赞美，今早起要为咱赞美的是咱本堂圣歌队，因要赞美的是活气运行有一首歌。
主光。请指挥吼顾问，请咱做伙伫遮甲圣歌队翕一张相吼。真歹势，今仔张牧师去复合教会吼，所以今仔煞袂当该，看来赶倒来翕咱的总相。咱感谢咱本堂圣歌队引带咱今早起的赞美，接续咱三角来恭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三角看的所在，上帝的话是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甲第9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甲第9节，伫台语汉字本268面。伊是活石，互人弃杀；若是互上帝弃杀，珍重。恁就近伊，也亲像活石，起做心灵的厝，做圣的祭司班，来显心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接纳的，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看，我所拣选、所珍重的触角头要紧的石，下伫孙城，信伊的人不致见笑。安尼，迄个宝贝是归伫所信的人，若是伫迄个毋信的人就起厝的师傅所弃杀的石。诚侪触角的头底石，又搁做跋倒人的石，碍着人的石盘，因毋顺坦道理来跋倒，为到安尼是本定着地。独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做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以上，接续咱请本堂张牧师
来甲咱讲道。今早起田牧师要甲咱分享的是咱着献的祭，咱请田牧师。请咱做同心来感谢，天父上帝，即个秋天在收割的时阵，我用感谢的心来回顾上帝你过去一年久对阮的恩典。虽然也伫疫情的中间，即个疫情已经延续3年啊，阮渐渐看见隧道尽头迄个淡薄的亮光。今仔日，阮做伙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你。也照圣歌队所献的诗歌，有一个乐器，闻伫阮的鼻孔，阮就诚做有灵的活人。总是阮犹原是土做的器具，阮的年日真有限，阮的兴旺亲像山里的花，一时无生，念伊就无去。一代过了，搁一代，每一个时代，主阮要仰望你，直到阮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你束缚伫咱们教会70年，我无法度通想象70年前因所拄着的困难，以及当时才信仰的前辈，因怎样伫即个所在来兴起福音，搭伫时间的巨轮的观点来到阮即个时代。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即个时阵，诚做伙同行天路的同伴。伫彼此的勉励扶持的中间，你所应允的迦南地，迄个永远的故乡咧迈进。主阮知影，毋是干那为着阮灵魂永远的得救，也是为着你交付阮伫即个时代、伫即个所在所需要完成传福音的使命。主，阮着献祭，互你欢喜。愿主你通过今仔日，阮伫感恩节所做伙思考的，阮着献什么款的祭？会通得到上帝你的欢喜，求你用圣神帮助阮，互阮对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会通更加清楚明白。阮所剩伫世间要肉体的时间，阮就应该献什么祭，来互上帝你来欢喜，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想献祭对你、对我来讲，对现代人来讲，拢是一个真清楚的名词啦吼，咱咧想献祭，应该是北京猿人，还是山顶洞人？若无就是早时旧约的时代，咱读旧约，因有真侪献祭，因才咧做即个行为。对今仔日的咱来讲，要献祭，到底我是要献什么款的祭？其实献祭的定义就是，从以前人就用动物，还是甚至是人。伫古早时，甚至用人献人祭，也是后来用财物来做一对伊所敬拜的神的一个感谢的行为。所以咱来看见旧约内底利未记拢总有5种，上帝规定摩西，你甲百姓讲，你都要献这5种祭。这祭到底是什么祭？第一个就是烧祭，完全奉献的，这个是需要流动物的血的。就完全不管是牛羊，还是这粉鸟、邦甲，这物件，完全烧献伫上帝面前。第二个是素祭，素祭咱知影就是无流血的，是这农粮署的署长伊咧管的这物件做祭物。第三项是平安祭，平安祭今仔日咱通想象是献祭了后，这个献祭的人会通甲大家来分享，敢若像咱今仔日爱宴。毋是全部拢烧互上帝，是咱做伙分享，我求上帝赏赐我平安的。一个真重要的祭叫做赎罪祭，因为咱拢会犯罪，若有犯罪，你就要赎罪。咱看即摆现代法律就是安尼，如果你若犯罪了后，法院甲你判定，你就是去监狱关5年、7年来赎你的罪，因为你的罪造成伤害，造成其他的人迄个赎罪祭，总是伫信仰的观点。犯罪了后，是毋是有人愿意替你赎罪？我来替你担当这个罪，所以就有祭物的牺牲。这个赎罪祭就是咱对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咱的罪有人来替咱担当，这个叫做赎罪祭。还有一个祭是叫做过失致人于死罪的祭啦吼，赎
罪，这咱较毋捌听过。所以利未记5章17节讲，若有人犯罪，伊无意中去犯着耶和华所命令讲，你毋通行这，你毋通做这的事。虽然我是毋知无知的去犯着，这就是过失致人于死啊。当然，迄个刑罚就较低吼。这个叫做保过失的罪。你若有迄个无意中犯的罪，你就变做属欠罪。这是5项这个伫利未记内底，上帝通过摩西百姓爱献的罪。好，过来咱献罪有啥物意义？简单来讲，就是表示尊重啦吼。咱有时要去见一个咱尊重的人，咱拢会带礼物带礼物来表示我对你的尊重、尊重等等。所以出来日记上帝通过摩西讲，你甲以色列人讲，就献礼物互我。既若心所愿的，你通甲伊收来做礼物互我。就是我对上帝一种的尊重，我要尊重你我毋茫无一定你看做这个物件无价值，但我感觉这个是会通表达我心意的一个礼物。第2项就是赎罪牺牲，头先咱有讲到，伫旧约的时代，就这个牛羊，伊这个祭司，互这个犯罪的人头去换，伊的手去换伫这个牛羊，还是替牺牲的这个动物的观点。将罪转移到这个为着我所犯的罪来替我牺牲的来替我赎罪。这个就是咱头先讲的赎罪牺牲。当然平安节伫求上帝赐福，我献祭来求上帝你赐福伫我毋茫会得到平安。当然要有一个是感谢的回馈我得到上帝保守我感觉一切足顺遂我感觉足感谢，所以我要行我对上帝所写的愿。所以献祭有这意义的观点。过落去，什么人要来执行献祭？对于台湾人来讲，咱较毋捌听见的。我真侪伫教会有人读做祭，咱知影祭司，有人读做祭司啦吼。其实咱较毋捌听即个名词。咱大部分听到当机倒头啦吼，还是西公啦，敢若有一点类似这样的角色。祭司伫拉丁文讲是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一个桥梁。敢若是造桥者，我通过第三者来对上帝来祈求，还是求伊的赦罪。所以大部分的宗教从以前都拢有一种祭司的制度，不管是埃及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拢有祭司通过这个神职人员来为百姓献祭、赎罪、祈祷、祝福，也传达上帝意思。旧约时代祭司安怎来？旧约时代祭司是上帝拣选也指定的爱甲伊抹油设立你来做祭司来侍奉我。什么人呢？咱看见出来日记28章第1节讲。上帝甲摩西讲：“你的阿兄阿伦，你着互阿伦这个家族甲伊的遐囝孙，诚做祭司伊迄个百姓有啥物恳求，有啥物赎罪，这甲上帝有关系，你拢通过祭司来服侍伊。着爱抹油伫伊的头壳顶所以咱知影弥赛就是抹油的。伫旧约的时阵，有祭司、有君王、有先知，拢需要抹油甲伊分别为圣照永远的例来得到祭司的职。所以咱知影，伫以色列宗教，伫旧约的时代，祭司是世袭的啦，世袭的就是阿伦的家一直落去到伫耶稣的时代，伫上帝面前代表证人来献祭。总是你若读旧约的时阵，你会发现讲有一个所在，上帝嘛无认为讲干那阿伦一家伙是祭司，伊认为以色列百姓拢应该成做一个祭司的族群来侍奉伊。所以这段是圣经有较长者，出来日记19章，伊安尼讲，摩西上到上帝遐，耶和华伫山里甲伊讲，你着安尼甲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通知以色列人知影，我对恁有救恁出埃及
离开路在地的恩典。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翅，爱恁带恁来到迦南地，互恁归伫我。当恁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伫列国的中间，做我家己的宝贝。虽然毋是干那以色列人是属的全地拢属伫我，总是干那以色列我有救赎着恁，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上帝交代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恁是一个分别罪性的群体。恁应该做一个祭司，做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中间造桥者。总是到了新约，阿伦这种世袭的祭司的制度已经无需要。这大部分拢伫希伯来书，咱今日无真侪时间，总是咱知影希伯来书的作者伊讲到两项。伊讲前的律法伫旧约的时，虽然这祭司一直抬这精神，用伊的血来赎咱的罪。总是因为律法无一项做到完全，你这个动物为了你牺牲了，你偌久嘛是搁一直咧犯罪，一直咧犯罪。所以我会设立更较好的愿望，就是恁所对伊来亲近上帝。亲像安尼，耶稣做更较好的约的保证，耶稣是更较好的祭司，是人甲上帝中间的。遐祭司因会通替人来服侍。总是因有年纪的限制，这是死连带个换别人，这是一直咧换，因为因的服侍阻隔袂久长，所以就爱真侪人这个阿伦这个家族这代死了，再搁另外一个这死，搁另外一个一直换一直换，总是独迄个因为应用得地的会通成做永远的祭司，袂改换的祭司。伊毋免亲像这祭司头，因为祭司家己本身嘛会犯罪，所以伊咧赎罪的时阵，都爱为着家己，嘛为着其他的人来献赎罪的祭。总是耶稣基督伊是无罪的，所以伊献本身，伊毋是干那祭司，伊嘛是祭物，为着咱来牺牲的这个为咱担当罪过的迄个羊羔。所以因为律法设立两正的人做祭司头。读到律法以后，救出来话就设立囝做永远的祭司头。所以信了了后，就无需要祭司，咱干那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咱的基督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咱毋是靠教宗保禄，也是靠哪一个教宗的名，毋是靠玛利亚的名，毋是靠什么人的名，咱靠唯一的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总是这种的真理到宗教改革运动的时阵，才互人重新发现。因为咱知影伫西元3世纪，基督教成做国教了后，开始教会有组织。哇！即摆着彼得是第一代教皇，彼得以后红衣主教，就迄个人的迄个组织就出来。教会可比政府的这个阶层，然后这国王啦、贵族啦等等，一直排来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所以咱看见人的组织，人的罪。伫教会内底，迄个权利，互人变做腐化去。所以中世纪的时阵，天主教会变做非常的腐化。这所有的祭司，这所有的神职人员，是非常的腐败。所以宗教改革的争论之一真大的，就讲，教会人要亲近上帝，敢就需要经过天主教会，你才迄个，人要告解家己的罪，敢都一定爱神父，都爱。祭司 priest 这个人才有法通做。伫这个圣经内底，敢毋是讲耶稣基督是咱唯一需要的祭司？所以路德马丁伊发现讲，伫希伯来书真清楚，耶稣已经完成救赎，伊是唯一所需要咱所需要的祭司。所以今仔日咱无需要经过教会，有的人当然人讲无需你讲，你祈祷较有力，这毋是事实啦。你祈祷嘛真有力，因为咱拢靠耶稣基督，我嘛是靠耶稣基督咧祈祷。咱需要一个耶稣基督做咱的祭司尔。所以咱知影，宗教改革运动的时阵吼，唯独圣经、万民皆祭司等等，这口号，总是这个祭司吼，万民皆祭司，随上翻译了无好啦。
毋是万民该祭司，应该讲就是信徒该祭司。毋是所有无信耶稣基督的人，伊嘛会通成做祭司。亲像以色列人伫万国中互分别出来共款。基督徒才我靠耶稣基督做咱的祭司的人，这的人才会通承接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毋是万民该祭司，若安讲的时阵，有变做讲伊咧拜拜的人，伊也是祭司哦，伊也通迄落，毋是信徒，基督徒是祭司。所以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讲，独独恁是，毋是所有的百姓万民拢是祭司，独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要互咱这祭司有祭司这个基督徒去传播上帝的恩典，上帝听头。所以今仔咱至少更正一件事，虽然我嘛足习惯讲万民该祭司。实际上是基督徒是祭司，你甲我拢是祭司，毋是牧师干这已经献身读神学的人才是祭司。你甲我咱拢是祭司。祭司做啥物工课？两项就是献祭。今仔日咱做礼拜嘛是咧献祭，用咱的心灵甲诚实咧敬拜上帝。这个就是咱对上帝尊重，咱来到创造主的面前，救赎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献咱的祭。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工课。第二个，咱伫迄个今日圣经内底有读到，彼得后书讲，咱受呼召出来，就是要宣扬上帝迄个调咱出黑暗入光明，迄个好德，就是上帝的迄个救恩，就是爱传福音，然后咱来对上帝话语更较深的了解，来互其他也毋捌上帝的人来了，这是咱必须爱做的工课。那安尼做基督徒，你甲我，咱拢爱献什么款的祭？今仔我大概用8项，拢用圣经的根据，伫咱的圣经内底拢安尼写。第一个就是献家己本身，我的性命，毋是干那礼拜日伫遐做礼拜是献祭，明仔载拜一我去到病院，我去到工作场所。我的生活言行，我是一个活祭，是咧互人看因毋捌上帝人咧读的圣经，就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品格，就是你所做出来一切的代志。所以咱伫迄个所在是献身躯，献咱的生活做祭，这个是活的，是圣的，这个是上帝所欢喜的事奉。所以第一项咱需要，我领受上帝这个恩典，我就领受祭司的职分，我献我家己本身。伫逐天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上帝。第二项就是讲，头先讲的，就是爱报迄个调咱出黑暗入光明上帝迄个好的德行。所以罗马书15章16节，这个是华语的翻译，台语的翻译小可无讲到祭司，总是华语的翻译安尼讲，互我成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伫外邦人的中间，上帝分派。保罗去到外邦人中间，我亲像祭司同款去宣扬上帝福音，要互外邦人成做圣神所献，这个人的得救成做我献予上帝的一个祭物。所以你甲我，咱有传福音做祭司的一个使命。当然，圣歌队逐礼拜就是拢咧用俄罗做祭献予上帝，咱真感谢咱有非常好的圣歌队。诗人讲对着用感谢入伊的门，大概做礼拜来到教会的时阵，咱用感谢，充满了感谢的心。今日我健康会通来到这敬拜，我用俄罗入伊的院，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希伯来书13章，常常用俄罗做祭，唱赞美俄罗的歌，毋是干那圣歌队的专利啦。咱家己伫咱的厝，咱嘛通唱歌来俄罗上帝。俄罗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当然用感谢做祭，这个是咱今日感恩节的时，特别会去体会到。那用感谢献做祭，就是荣光上帝。你会晓感谢的人，人甲人的关系嘛是安尼，会晓感谢的人，咱会感觉讲，我足欢喜，若有甚物款的好物，我真欢喜甲你分享，会晓感谢。时常用感谢谨慎行的人，伊就会看见上帝的救恩。所以时常用感谢，
你若定定甲迄会晓感谢人做伙，你的心会足欢喜。我若一日到晚听即个人complain，逐项都无满意的意，念伊这也毋好，迄也毋好，我想你家己嘛足负面的。咱对上帝、对人，时常用感谢来献互上帝，献互人。祈祷也是咱的献祭。诗篇141篇，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伫你的面前，愿我举起的手亲像萤时的祭司。咱伫每一天要困，还是透早起来，咱用祈祷亲像香来到上帝面前。伫启示录嘛安尼讲，迄个圣道的祈祷亲像芳芳的香，请到上帝的面前来。咱来现做就是咱来秉持公义啦。咱即摆咧选举，咱看见到底法律的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啊。总是咱看见足侪无公义的事啊，足侪互咱感觉是即个世间的律法，伊嘛无法度通去制裁这个作歹的人。圣经甲咱讲，着献祭的祭，也着倚靠耶和华。弥迦书讲，上帝爱咱什么？伊爱咱做的祭就是行公义。咱家己本身也诚做一个有公正公义的人，会晓心存怜悯。有人无意中去犯罪，咱会通怜悯，会通帮助伊，谦卑甲上帝三角行，用公义。社会若无公义，国家若无公义，基督徒应该出来讲，应该出来抗议，应该起来讲，这个是无公义的事。阮毋望这个执政有官兵的人会通行公义。最后就是时常有反省悔改的心。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心啊！为什么要忧伤？为着我感觉我应该伫这样代志观点，我毋对，我得失上帝，得失人。我时常有反省，然后悔改，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你无看见伊。最后就是用大家分享，我若得到这个恩典。独行好，甲三降级这个是一个听的表现。你毋通袂得，因为这好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会通伫这个生活中，大家会通分享行好来做祭，来献互上帝。所以今仔日感恩节，咱来算上帝恩典，用感谢，用俄罗，用祈祷，用各种献家己本身做活祭，来回应上帝的。对咱的恩待，我用这个圣经来做咱今仔日的金句，咱用这做伙来读诗篇50篇23节，做伙来读。既然用感谢献做祭，就是荣光我谨慎行的人，我要互伊看见上帝的救恩。诗篇50篇23节，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阮用学乐唱歌感谢你对阮的款待，因为你毋若想使阮这个活命，就是伫阮跋倒，伫阮得失上帝、得失人，伫阮犯罪时，你用你的囝主耶稣基督做阮完全的祭司，伊献家己本身，为着赎回阮甲上帝你的关系。主，阮今仔日受你分别做圣，成做祭司的国度，恳求上帝你帮助，互阮知影，阮逐天的生活就是咧献祭。阮的家庭生活，阮伫职场的表现，阮伫甲人接触的中间，阮就是献做活祭，互上帝你欢喜。主啊，愿阮逐天拢有真芳的祭，献伫上帝面前，得到你的悦纳。愿同心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感谢咱非常感谢牧师今早起，甲咱做真好的解释，要安怎献咱家己的祭。接续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84首，上帝听痛咱会遮大，咱来吟全首。Oh
接续咱来就入，因为咱有几位的会长甲团长，因为顶一摆咱就任的是不来，所以咱接续就请牧师来甲咱就即几个会长，包括五福团契敬拜团、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的会长甲团长。啊，请即几位同工来到台前。啊，咱伫年底时拢各团契拢通过改选举，选出新对团契的领导者。咱先挖头，大家看一下啦吼。咱副团契王光亮长老因夫妇，因为是副团契，所以两个人来服务咱的副团契。咱教会最近的敬拜团一直咧进步，胡匡瑞伊即马做团长，要甲咱的敬拜互咱更较活泼吼。即个胡匡瑞伊敬拜团来带领即个唱歌学乐的团契、敬拜团契。少年团契是义恩吼，少年团契是到高中以下吼，遮个咱毋嘛咱的主题，你若有即个年纪的，请来参加咱的少年团契。嘉宏甲恩慈是咱的辅导的老师，青年团契是大学研究所吼，周承恩今仔日因受选要来做领导咱2023年这个团契活动，请恁回过头来伫上帝甲阮众人面前来使用我就直接一起问了哈，恁有要领受副团契、敬拜团、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的积分？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对恁的调明也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提醒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大安基督长老教会南门同会小会官兵，设立王公亮、曾连英夫妇胡匡瑞以及陈义恩甲周承恩来做服务团契、敬拜团、少年团契甲青年团契的领导者会长，着谨慎恁的本心以及恁的所行，常常关心伫受交代恁去做的遮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上帝。请咱拍拍来欢迎咱即几位有咱学师的人。咱方便的长老，请咱用握手来甲因鼓励，替因祈祷吼。请咱长老几个出来代表一下。加油啊！多谢咱今仔日伫遮来见证因，也请咱为着不管是各团契吼，包括遮妇女团契、少年团契等等遮的吼，咱伫遮做因生活的见证人，咱伫即个所在也为着因的侍奉来祈祷，咱会伫楼顶几个长老即时接落来，请咱来握手来甲因来请坐过来吼咱来代表教会将即个职务交付互恁辛苦了吼，请为着这来服务大家。谢谢。好请回座。好，来，咱请四位团契会长甲团长咱入座吼。好，咱接续咱来奉献，咱请咱的李梅新执事甲戴仁宽执事来甲咱示献。
奉献的感谢，请起立。请坐，这是咱要来举行奖学金的办法。咱是毋是请这个大长老来甲咱？来，你来办法同歹势。礼仪花姐，大家平安。今日看到遮侪人足欢喜吼，牧师应该比我较欢喜吼。我望以后会当拢遮侪拢来，应该疫情慢慢啊较好啊。咱真欢喜，每年的感恩节甲母亲节，咱拢伫遮来用淡薄的钱来奖励咱疼主疼人，咱家己南门教会的细囝吼学生。遮个拢是咱所有会友的捐出来的钱，咱的鼓励甲咱的奉献，所以伫遮先甲大家多谢吼。今年得奖吼，得奖的主日学有2位，少年团契有4位，青年团契有2位。我伫遮名一个一个叫，一个介绍。请主日学唔知有来无？有没有？有吼。好，我对主日学陈立恩，陈立恩哈，爸爸是陈其正。妈妈是杨佳琪，咱徛到迄边吼，站到中间。阿公就是咱杨玉社长老，阿嬷是咱的胡美荣长老吼。陈云彤，你们爸爸是陈大伟，妈妈是林子璇，阿公是定定坐到遐穿红衫吼。陈纯健，哈，阿嬷是咱圣歌队永远的队长，哈，林纯纯，哈，少年团契胡恩琪，今日无来哈，我阿公阿嬷来悼念啦，嘿嘿，哦，爸爸是胡泽章，妈妈是陈之燕，阿公是吴中民长老，阿嬷看阿公阿嬷吼，无我甲牧师讲一半，吼，阿嬷是董惠美，吼，接受。过来梁其轩，哈，爸爸是咱的梁家宏执事，妈妈是林恩慈，哈，咱的老师也是苏琴，哈，过来陈信宏，这个个子就很高了，哈，这个不错。这爸爸是陈君念，哈。可能是我们教会哦，没有，可能白幼千林店他管了，以前是全教会最高的哦。妈妈是杨嘉欣，也是咱玉社长老甲美容长老的孙仔吼。过来是赵新佑，赵新佑，爸爸是赵世鹏，妈妈陈敏文，也是咱赵胜雄执事甲陈丽珠的孙仔吼。过来青年团契刘以正，咱真欢喜，咱的后台拢足悬的吼，一个比一个个子高哈。刘以正，真的他爸爸很高了，不过刘以正，爸爸是刘志仁医师，妈妈是林秋欣，是咱的圣歌队哈，老师指挥司琴哈。也是阿公是林田康，阿嬷是黄真子，吼。这阿公看到可能刚看到伊个大仔，吼。另外一位廖宇峰，廖宇峰爸爸是廖仁哲，妈妈是李梅心执事，吼。
真正一个比一个较悬吼。阿公是李甘乡长老，阿嬷是于锦惠姐吼。咱真欢喜，因拢是老师所有人选出来，听主听人，搁出席率，搁表现真好，模范生吼。咱即摆请张牧师甲因颁奖吼。咱真恭喜这得奖的咱这细囝。咱接下来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无先详细报告，请咱大家来参考吼。我报告几项较重要的。第一点就是，首先爱真欢迎咱各位兄弟会当半价来参加咱礼拜堂的实体礼拜，因为大家到目前还佫有因为大学的关系，为健康的关系，所以有真侪人毋敢来现场食，所以真希望讲，咱大家有来的人，咱今仔会当礼拜了会当留落来，咱做伙翕一个教会即个合照啦。因为咱明年就是咱设教70周年，所以咱要为着即个特刊，有要一张咱全教会会友的大家做伙翕的一个修过写信集合照片的团体照啦。所以礼拜了，请咱留落来吼，这拜托各位。但是咱留落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咱12点半全部拢翕了啦吼。所以咱等下希望会当听石博刚接受伊的指挥，吼，所以有接续足侪团契要来翕，所以会当配合咱所安排的这个时间，大家来遵守。佫续来就是咱的双年例会，伫咱礼拜了的时吼。翕相翕了，双年嘛有要翕啦。翕完了后是咱到咧地下室，今仔日有例会，例会有要请张牧师来分享。佫接续就是拄更小组，拄更小组伫客厅第12点15，我咧看可能要到12点半，因为中集啦，中集摆伫后壁咧翕，所以大概12点半以后吼，这拄更小组的这个成员，请大家留落来。佫续来就是这个第6点，咱。圣诞节的庆祝，圣诞节庆祝到即马佫差不多1个多月，不过这个真重要啦吼，这有真侪咱爱注意的所在。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无佫详细来说明。但是请咱大家家己过目。佫来就是福音的卡len达，咱每一户有1份，有准备好啊吼。所以咱礼拜后，咱欢迎咱的兄弟，毋通客气，就是每一户会当自由来索取一户会当摕1份。来圣诞歌，若假使有要先登记的人，3种的口味，请甲咱的干事来直接登记就会使。另外就是即个铁柜吼，铁柜的册伫咱的6楼啦吼。有侪的这册若假使有希望要爱的人，这因为咱要做教会内部的一个更新，所以若要爱自由会当去客，即个咱真欢迎。各位客堂，因为这事实上册真好，不过即摆时代已经变了，大家拢用迄个资讯，用迄个电子化，所以较少用个纸本。但是这有足侪是足值得咱大家来做灵修，或者是来参考的这个一切吼。佫续来就是即个拜六，咱这个咱教会1楼有要做投票所以出入会受到管制。所以咱若假使拜六一定爱来接合啥物款的，才能提早。毋通用迄日来，无迄日毋通用管制袂当就就废去。这是即个选举即礼拜六的问题。佫续来，咱所敬听即个戴林春基姐妹，伊11月初安息主怀95岁，伊伫本州的拜祀，
拜是要伫第2殡仪馆，迄个真二厅要举行迄个个别礼拜，所以若假使有要参加的人，请掌握即个时间，求咱的即个会友会当替因的即个遗嘱来代祷。搁续了就是伫后礼拜日11月27下晡2点，即个裘海正有一个较少年的可能毋捌，裘海正像阮这老人，阮就知影。裘海正有要伫咱教会2点有要伫遮做音乐的见证会，所以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若要来甲迄个妇女团体陈秀玲会长登记要控制人数，可能有要招待晚餐啊，啥物份无登记人数吼，所以即个拜托各位。这其他的即个消息，请咱大家过目。若假使奉献的部分有缘，请大家家己来看。另外，要特别趁这个机会，咱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住伫南昌街咱附近遮，就是康进安先生甲林之一小姐，因两个先伉俪今仔日有来，伫咱2楼。因为因两个人对信仰有兴趣，所以因来甲咱做伙礼拜。咱真毋茫讲，等下有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甲因关心，会当甲伊交陪。另外，佫有一个，这字写得真水，刚才我拢看有一对夫妻叫杨明贤，甲廖淑，这廖有看到啦，廖淑娟先伉俪，毋知佫有。大家好来欢迎您哦。伊是台中蒙恩教会的信徒，今仔来遮甲咱做礼拜，咱真欢迎。好，安尼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无？我看有真侪新来啦吼，毋过你无留资料，我伫遐代表教会甲咱大家欢迎吼。为美国倒来吼，看到卢妈妈吼，静龙吼，静荣姐，欢迎你。多只到迄落较定拜托有一项代志，就是因为咱要搁伫疫情中间吼我们会尽快集合。集合的时候，咱拢先戴口罩了吼到最后摄影师叫咱口罩拿起来的时候，咱都只能卖恭维了吼。完了还是小心一点为要我要特别拜托的是，先总上，不管你是今仔日来第一遍的人客，如果你时间也无赶，就欢迎你留落来吼。这历史的时刻，甲阮做伙翕一个相迄个总上翕了，相连团契拢卖叮当吼，恁当继续留伫遮，因为过落去就是相连团契翕相吼次序迄个博刚执事会指挥所以一开始的时阵，请咱尽量，如果需要上厕所去赶紧。倒转来，咱毋忙超半个小时里面，总上拢会通翕无好势吼，就拜托咱大家配合一下，谢谢。好，感谢。咱最后咱来吟尾首的诗，438首，愿礼残也好整治。咱吟诗煞，请牧师来甲咱祝祷。Amen.
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